Hello，大家好啊！又係我中原地產西貢康湖居分行嘅 Anho，今日會帶大家嚟開箱一間位於白沙灣一個全新樓盤嘅示範單位。其實呢一個樓盤仲有好多唔同嘅戶型，由3房、4房、特色單位，甚至去到洋房都有選擇。如果大家鍾意呢一個環境嘅話，就快啲聯絡我啦！